你有冇諗過自己每日食緊嗰碗熱騰騰、軟綿綿嘅白米飯，其實同你直接拎起樽糖水咕嘟咕嘟飲落肚係冇乜分別呢？聽落好似好誇張，但係從營養學同埋血糖上升嘅角度嚟睇，精製白米飯嘅升糖指數高到嚇死人，入到腸胃好快就會轉化成葡萄糖，逼你嘅胰島素爆表。久而久之，唔單止容易肥，仲會提早老，甚至增加患糖尿病嘅風險。咁到底平時我哋應該食乜嘢先可以既飽肚又減肥，仲可以抗衰老呢？今日我就要同大家盤點一下全球10大嚴重被低估嘅超級主食。大家成日誇口嘅燕麥喺呢個榜單入面，竟然只係排喺第2位，而第1名嗰種主食營養價值爆晒棚，喺飲食界直頭可以稱為植物界嘅和牛，降血糖、降血脂、保護心血管一應俱全。即刻拎起筆仔記低，睇下你平時食中咗幾多樣。第一樣要同大家介紹嘅係平時喺茶餐廳或者超市都好容易見到，但好多人都嫌佢乾巴巴、口感差嘅赤小豆同紅豆一類嘅雜豆。好多人以為豆類只係煲湯嘅配料，但其實喺營養學家眼中，佢哋係極之優秀嘅全穀雜糧類主食。雜豆含有非常豐富嘅膳食纖維，尤其係抗性澱粉。呢種澱粉喺你嘅小腸入面係好難被吸收嘅，會直接落到大腸，成為腸道益生菌嘅食物。咁樣做嘅好處係可以令你嘅血糖升得非常之慢，完全唔會好似食白米飯咁，食完半個鐘就昏昏欲睡。如果你喺2024年開始減肥，不妨將平時嘅白米飯替換1/3做雜豆，你會發現自己飽腹感維持得耐咗好多，連下個午茶想食西多士嘅慾望都冇埋。第2樣被嚴重低估嘅主食係近年喺外國好流行，但喺香港仲未算普及嘅蕎麥。如果你平時去日式料理店食蕎麥麵，千萬唔好以為嗰啲就係真正嘅健康蕎麥。出面賣嘅好多蕎麥麵，為了追求滑溜嘅口感，其實加咗6-7成嘅小麥麵粉，本質上同普通麵條冇乜分別。真正嘅全形蕎麥粒含有一個好強大嘅成分，叫做蘆丁，佢可以強健我哋嘅血管，降低血管通透性，對中年或者50歲以上有高血壓風險嘅朋友嚟講，簡直係護心降壓嘅神器。而且蕎麥本身唔含麩質，對膚質過敏或者容易胃脹氣嘅人極之友好。煮熟之後咬落去有微微嘅堅果香味，拎嚟做沙律或者混合白米一齊煮，口感層次即刻提升晒。第3樣一定要提嘅係，好多老一輩香港人都好熟悉，但後生仔女嫌佢土氣嘅花薯。大家都知道花薯好食，但往往忽略咗佢作為主食嘅無敵性價比。花薯含有豐富嘅維算素 A 同埋胡蘿蔔素，對長期睇計算機、睇手機嘅現代打工仔嚟講，保護眼睛嘅效果一流。不過食花薯有一個好重要嘅小貼士，就係千萬唔好蒸得太爛，或者去買出面嗰啲烘烤到流晒糖汁嘅烤花薯，因為高溫長時間烘烤會將花薯入面嘅澱粉徹底水解成糖分，升糖指數會即刻飆升。最健康嘅食法係蒸熟之後放置一陣，等佢稍微冷卻，產生更多嘅抗性澱粉之後先食，咁樣既可以享受花薯嘅甜美，又唔使擔心血糖暴升。第4樣被低估嘅主食係黑米同紫米。好多人成日將呢2樣嘢混淆，其實佢哋都係未經過精磨嘅糙米品種，外層包住一層厚厚嘅花青素。花青素係天然界最強嘅抗氧化劑之一，抗衰老、清除體內自由基嘅能力係維生素 C 嘅幾十倍。如果你年過30歲，開始注意到皮膚彈性下降，容易疲勞，將白米換成黑米，簡直係最簡單嘅抗衰老投資。黑米嘅膳食纖維係普通白米嘅幾倍，消化得慢，可以提供極之穩定嘅能量。不過要注意嘅係，黑米嘅外殼比較硬，煮之前最好用清水浸泡至少4個鐘，或者用高壓鍋嚟煮，咁樣消化系統弱少少嘅老人家食落去先唔會胃脹。第5樣係鷹嘴豆，亦即係外國人講嘅 chickpeas。呢種喺中東飲食入面佔據核心地位嘅豆類，近年喺香港嘅健康飲食圈子入面，亦都開始大放異彩。鷹嘴豆嘅蛋白質含量高得驚人，每100克入面就有接近20克嘅植物蛋白，而且佢嘅氨基酸模式同人體需要非常接近，極之容易被吸收。對於平時做健身、想增肌減脂或者食素嘅朋友嚟講，鷹嘴豆簡直係神級嘅主食選擇。你可以將佢煮熟之後，加少許鹽同黑胡椒，用空氣炸鍋炸到脆一脆，當作平時睇電視嘅健康零食，或者打成鷹嘴豆泥蘸餅乾食，飽腹感強到你連晚餐都可以食少一半。第6樣係薏米，特別係未經精製嘅糙薏米。好多香港人都知道夏天要飲薏米水去濕，但其實薏米直接拿嚟做主食，效果更加驚人。
薏米含有豐富嘅異議人脂，喺營養學研究入面被證實具有調節免疫力、幫助排出體外多餘水分嘅功效。好多人以為自己係減肥減唔落，其實好多時只係身體水腫。如果你喺2025年就開始面對身體容易腫脹、下肢沉重嘅問題，將薏米加入日常嘅米飯入面一齊煲，堅持食1-2個月，你會發現自己嘅面部線條同埋腳踝會明顯變緊緻，成個人看起來精爽晒。第7樣係芋頭。提到芋頭，好多人第一時間諗起芋泥蛋糕或者芋圓甜品，覺得佢係增肥嘅罪魁禍首。但其實天然嘅蒸芋頭係一種極低熱量、高氟高鉀嘅優質主食。芋頭嘅澱粉顆粒非常之細小，只有土豆澱粉嘅1/10左右，所以佢極之容易被消化，但又唔會引起血糖爆發式上升。芋頭入面嘅黏液蛋白入到腸胃之後，可以保護胃黏膜。對於平時工作壓力大、有胃潰瘍或者胃酸倒流嘅40歲左右都市人嚟講，係一種非常溫和且滋補嘅主食替換品。第8樣係藜米。藜米喺前幾年被譽為超級食物，雖然風頭過咗之後，有人覺得佢過譽，但從營養成分表嚟睇，佢依然係主食界嘅無敵霸王之一。藜麥係極少數含有完全蛋白質嘅植物性食物，意思係佢包含了人體無法自行合成嘅9種必需氨基酸，而且藜麥嘅升糖指數只有35左右，遠低於白米飯嘅87。食藜米嘅時候，咬落去會有種微微爆珠嘅口感，非常有趣。不論係做冷盤沙律，定係同其他雜糧一齊煲粥，藜米都能夠提供極之豐富嘅鎂、鐵、鋅等微量元素，對改善慢性發炎有極大幫助。第9樣，亦都係大家萬眾期待，喺今次榜單入面屈居第2嘅燕麥。相信好多人看到呢度會問，燕麥咁強，含豐富嘅葡聚糖，可以有效降低膽固醇同血脂，甚至獲美國 FDA 認證過對心血管有益，竟然都只係排第2。冇錯，燕麥確實非常優秀，佢入面嘅可溶性膳食纖維可以喺腸道形成一層膠狀物，包裹住多餘嘅膽固醇同糖分排出體外。對於60歲以上有三高問題嘅長者嚟講，絕對係保命嘅好幫手。但燕麥之所以只排第2，係因為市面上太多偽健康燕麥，嗰啲經過高度加工、加咗大量糖分同香精嘅即食燕麥片，升糖指數其實同白米飯冇咩分別。如果你想得到燕麥真正嘅健康好處，就一定要揀要煮嘅全粒鋼切燕麥或者生燕麥片。咁樣問題嚟啦，超越咗燕麥，登頂全球第1，被譽為植物界和牛嘅超級主食，到底係乜嘢？答案就係野米，亦即係我哋中國傳統所講嘅雕胡米或者烏米。好多人聽到野米呢個名，以為佢係一種特種嘅稻米，但其實喺生物學上，佢完全唔係米，而係一種水生草本植物嘅種子。點解佢可以被封為植物界嘅和牛呢？第一係因為佢嘅產量極之稀少，栽培條件要求極高，價格比普通白米貴好多，就同和牛一樣珍貴。第二，更重要嘅係佢嘅營養結構簡直係完美到無懈可擊。野米嘅蛋白質含量係普通白米嘅3到4倍，而熱量同脂肪含量卻極低。最誇張嘅係佢嘅膳食纖維同礦物質含量。野米含有極之高濃度嘅鋅、硒、銅等微量元素，以及極其龐大嘅多酚類抗氧化物。佢嘅口感非常獨特，煮熟之後外皮會微微裂開，露出一層深色嘅內心，咬落去非常有嚼勁，伴隨住一種天然嘅野草香味同堅果香。當你食野米嘅時候，你嘅腸胃需要花費好長嘅時間去慢慢分解佢。呢種特性令到野米嘅升糖指數低到極致。食完一碗野米飯，你嘅血糖曲線會平緩，得好似一條直線咁，完全唔會出現血糖驟升驟降帶來嘅疲倦感同飢餓感。對於糖尿病患者、需要嚴格控制體重嘅減肥人士，或者追求極致抗衰老嘅35歲以上人士嚟講，野米提供咗最頂級嘅營養支持。佢既可以強健肌肉，又可以保護血管，仲可以清除體內自由基，簡直係主食界嘅最高殿堂。回看返我哋平時嘅飲食習慣，每日3餐大碗大碗咁吞白米飯，食白麵包，食河粉，看似食得好飽好滿足，但其實身體長期處於高糖低營養嘅隱形飢餓狀態。精製碳水化合物帶嚟嘅一時快感，換嚟嘅係胰島素阻抗、體重上升、皮膚糖化變黃，以及血管嘅慢慢老化。從今日開始，你唔需要一下子完全放棄白米飯，因為咁樣太難堅持。你可以嘗試由2026年的今日開始做一個小小的改變，每一次煲飯嘅時候加入1/3嘅野米、燕麥、黑米或者鷹嘴豆，給自己嘅腸胃同味蕾1-2個星期嘅適應時間，你會發現自己嘅精力變好咗，
午飯之後唔再昏昏欲睡，皮膚變亮咗，連肚仔個小腩肉都會不知不覺咁慢慢消退。健康飲食從來都唔係要你苦行僧式咁節食，而係學識用更高營養價值嘅食物去替換嗰啲只會帶嚟空熱量嘅垃圾碳水。選擇對嘅主食就係成本最低、效果最好嘅長期健康投資。大家不妨今晚就買少少雜糧返屋企試下啦。